大家好，我係木頭妹。呢條影片繼續介紹我喺高山第4日嘅行程。喺酒店食個早餐就出發去白川鄉啦。同尋日一樣喺酒店行過隔離嘅龍飛巴士站。班次可以參考熒幕。因為聖誕係旺季啦，所以我一早喺網上邊預約咗。喺呢個4號等候區度上車。安全運転は十分心がけてまいりますが、事故防止のためやむを得ず急停車することもありますので、お体、お手回り品にはくれぐれ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由谷山去白川鄉係非常方便嘅，搭龍飛巴士嘅直達高速巴士，單程約50分鐘，票價大約係2600至2800yen。穿過一個一個嘅山洞，慢慢見到積雪，好快就到啦。落車嘅位置就正喺村口。終於嚟到白川鄉呢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嘅村落，好似童話世界一樣。成個村落都係一座座獨特巨大三角形茅草屋頂，好似雙手合十一樣。成間屋唔用一口釘，只靠木頭同繩索咬合搭建，專門抵禦冬天嘅大雪。遠處有一座座高大嘅山脈，形成咗一幅好靚嘅圖畫。呢條村落係仲有本地人實際居住㗎，所以唔係純粹嘅佈景。有好多小溪穿插喺木屋之間，所以會聽到清澈嘅流水聲。呢度先，周圍都可以隨意打卡。記得一定要行上去城山展望台，呢度望落嚟就好似明信片一樣，可以俯瞰成條村落嘅全景。These people, these guys are gonna hit them. 村入邊都有啲小食店，有雪糕。景係有啦，技術就冇。可以試下飛駝牛串燒。可以去參觀一下開放嘅和田家。睇下古時日本人嘅生活空間，大人400yen。
喺白川鄉逗留咗3個鐘，預約咗巴士，大概3點幾搭返車返高山，大概5點鐘返到嚟，去咗呢間丸明食燒肉，一人前1780 yen。嚟飛驒高山一定要試下正宗嘅飛驒牛，好多人都會揀呢間丸明。店鋪入邊有簡約嘅日式裝修，座位寬敞舒適，全店禁煙。不過呢間店係唔接受網上預約，所以旺季係好多人嘅，建議早啲嚟排隊。座位好有私隱性，如果落柯打可以撳鐘掣叫侍應。除咗燒肉，仲可以揀壽喜燒、擦擦鍋同牛扒。啲份量全部都大大份，好抵食。油花好靚。炭火一燒，油脂香氣即刻散出，肉質軟嫩，入口帶住油脂嘅甘甜。呢餐咁豐富，埋單都係大概港幣300蚊。食完晚餐就行返酒店啦。好啦，呢條片分享就到呢度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請幫忙 comment、share、like 同 subscribe。多謝收看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